各位同學大家好啊！我係現代教育嘅梁 Sir 梁漢天啊。咁咧就要同大家講咧一個不幸嘅消息，不過你都知㗎啦，就仲有10日都唔夠就開考㗎咯喎。有啲同學一聽吓係咩？3月14號咁第一批嘅中文口試啊卷4呢個説話能力咧已經開考㗎啦。咁所以你可以睇翻自己準考證，可能你就我講緊嗰啲10日都唔夠。咁我哋可以做咩準備咧？咁啊今日你可以話係你臨考 oral 之前我出嘅最後一條片 ，OK？就會話俾你聽。説話能力嚟講，我會參考翻啱嗰年2016年嘅時間，話俾你聽有啲乜嘢係考生常犯嘅錯處。咁我哋要時刻警惕自己，咁啊千祈唔好犯上呢啲錯處。第一樣嘢同文化有關嘅東西。嗱，同學嘅文化意識薄弱咧，呢一樣嘢已經唔係第一次喺考評局裏邊咧係出現呢一啲類似嘅批評㗎啦。咁譬如啱啱嗰年咧就有問我哋，喂，慎終追遠啊，神分定性邊一隻會較能夠讓我哋提倡到孝道咧咁樣樣。咁啊，同學對於文化意識薄弱嘅時候咧，慎終追遠好似好熟，但係又唔係好知講乜。神分定性甚至乎第一次聽，孝道就係識孝順。譬如好簡單，孝分為4樣嘢：孝順、孝敬、孝誠。同埋呢一個嘅孝養 ，OK， 4樣嘢閒閒地已經可以拆開嚟講喎。咁但係啲同學仔覺得孝即孝順咯，咁啊慎終追遠即係等於拜山咯咁樣。咁當中究竟有啲咩含義咧就唔清楚。咁所以大家考 oral 之前咧一定要補一補底 ，OK， 喺文化方面落少功夫。如果唔係咧，到時出到一條同文化有關嘅題目嘅時候咧，你就完全口啞啞，或者係講埋一啲嘢咧係完全係冇一啲文化根底 support 嘅時候咧，就顯得好薄弱啦嘅觀點。第二樣嘢邏輯問題，我睇考評局報告嘅時候咧，真係唔係好順。大家覺得食素食齋同食少啲油食少啲糖有冇關係咧？嗱，答案係冇㗎 ，OK， 冇直接關係啦，或者可以話。咁有啲同學就話啦，食素有咩好處啊？講下係可以講到咧，就我哋可以食少啲油啦，食少啲糖啦，因為咧菜呢啲嘢咧好多都係齋熟齋綠嘅啫，齋灼嘅咁樣。冇㗎喎，唔關事㗎喎，即係譬如話係呢一個嘅叫做係雜菜煲咁樣，咁我都可以中間調味嘅時候落得多咗糖啊，或者係我炒菜嘅時候亦都可以落好多油，冇同食油同食糖係冇關係㗎，純粹係食菜就唔食肉咁解嘅咋。咁但係呢一啲我叫一啲邏輯嘅謬誤啦。咁所以大家咧就係譬如話喺準備時間嘅時候咧，就要落足少少功夫諗一諗，喂，我呢個觀點究竟係咪成立咧？第三樣嘢亂定方向，呢啲咧我知道係同一啲嘅，即係我唔敢講話學校老師啦，即係或者係我唔知邊個教你啦，就會教你喂條題目咧，你都要點講咧？首輪發言啊，就一定係例牌㗎啦。陣間咧，我將會從個人、經濟、社會3個角度，或者我咧就將會從可行性啦、成效啦、乜嘢啦嘅角度，咁有時呢啲角度去分析，唔係話咁樣講錯。但係個問題係嗰條適唔適合啦？即係譬如我覺得，如果你講翻真係 pass paper 啦，係以現金獎鼓勵市民戒煙，我覺得如果你去分析佢嘅可行性啊、成效啊，係合理嘅。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講緊踩單車，譬如我哋講緊食素，甚至乎我哋講緊交友嘅時候，你又講可能性咩個人、經濟、社會，有時啲角度係咪真係咁適合咧？你要去諗諗。最後一樣嘢係例子扣連。呢一樣嘢啦，喺作文啦 Paper 2嘅時候咧，亦都係經常出現嗰個錯誤㗎，就叫做同學中意用例子。第一，例子係罐頭形式嘅，用嚟用去嗰啲嘅。總之創新係邊個咧？就係喬布斯。OK， Steve Jobs 咁樣，好似成個世界得佢先係創新咁樣。呢個第一樣嘢，罐頭式例子。第二樣嘢同例子有關係更加重要嘅嘢係例子係我哋做 support 嘅。你要確保呢個例子係 support 緊你要講嘅觀點。如果唔係，你舉個例子出嚟個意義係不明㗎。即係例如係以舊年冇講 oral 啦，就我話作文都常見嘛。作文為例啦，創新講同傳統嘅關係，傳統係咪創新嘅一個包袱咧？啲人就講喬布斯，喬布斯點啊？佢夠膽創新啦！嗱，人哋係咪好犀利啊？蘋果嗱咪創新咯咁樣。咁點咧？咁同個包袱嘅關係係傳統嘅關係。我冇啊，創新啊嘛，咁樣咁啊講創新。咁呢個嚟講咧，就最嬲尾一樣嘢啦，要確保你嘅例子同埋你所講嘅觀點係互相配合㗎，明白咩意思？好，last 要提大家一樣嘢嘅4個問題講完，亦都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重複一次 oral 唔夠10日就會考啦。而呢一段係我會今年裏邊最嬲尾一段 upload 嘅 oral 嘅片。如果你想知多啲有關考生嘅表現啊，或者歷屆係最難搞嘅試題，你驚佢會再出要點樣處理嗰啲咩木水土嗰啲咁嘅嘢啊？然之後嚟緊嗰年嘅出題嘅走勢啊，我哋可以點樣做好個 oral？最嬲尾嘅一次機會就係後日，今日星期1，我 upload 呢段片，今日星期1。咁你如果你睇緊呢段片，星期2就聽日啦 ，OK？ 星期3開始，星期3、4、5 3日 total。3堂 OK 就會我喺現代搞嘅叫説話能力最後衝刺班，就唔係同平時 course 唔同嘅 short course 嚟嘅，就係3堂嘅啫。咁啊大家盡量去抽時間啦，
去出席呢一樣嘢啦。咁啊，大家詳情咧可以喺現代嘅分校嗰度咧攞啲單張睇到，或者我稍後時間睇我 IG 啦，梁 Sir DSE 嘅 IG 咧，我亦都會 po 個詳情出嚟。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抽時間去參與一下，咁然之後就為呢個 DSE 嘅 oral 做好準備。記住唔夠10日就開考㗎啦。咁所以今日記緊留意呢個資料，如果可以嘅話，聽日快啲搞埋啲手續。我哋後日見，拜拜。